一样的衣服。不是没事，没事，这个看的人少。对，2只筷子，3只筷子。我还没看日本这个活动的哈，看见吗？没地方。所以你可以在拍视频。这一直在拍啊，所以他的背包，这也在拍啊，都在拍。多吉，给我拍几张照片吗？对，多几个人拍嘛，对。还有3个人，一半一半啊，大家。Get the
它越窄越地暖。你往前面走一点。往前面点。你要往前面走，外面走一点。对，往外面走，往前面走一点。你怎么越走越远了？有点怕镜头吗？你？对，他越走越，他越跳越远了。对，看不到人了。川哥，来嘛。放什么？来放啥？80岁大寿啊就是这个在你手里。 ？80岁大寿。你们3个跳吗？你们3个嘛？那么你们3个好。他们3个。啊？会啊，你们3个嘛？我发嘛，我来发嘛。对啊，就你们的手。那说和他们合一下吧。跟他们学一下。学一下不？跳一个吧。啊？和他们俩跳一个吧。80大庆。能跳完吗？80大庆。好，来，你们仨。你4个是吧？那你们俩后面，他们俩前边。错可以。我给你们播啊，这样子来一开始。错开了位置。矮的在前边。矮的。你们俩往后面退一点。往后面退一点。好，你往边上移一点。啊，你往中这边。你们要看到我，你们都要看得到我的镜头哈。不，错开，你往这边。他在你们俩中间，他在你们俩中间，然后你在外边。顶焦了不说，方便。对，就这样。不管他，我在这儿，不管他们哈，看我这里好不好？我偏这边吗？
先往右，再往左。8岁大庆，8岁大庆。巴西往外面走一点。哎，对。往前面走一点，巴西往前面走，巴西往前面靠前，往前面走。对，对，就这个位置。做不完，只能做3个人干嘛？镜头，我那个镜头纸竟然没带对。这面是我们那个把它下了。巴西要往前点，巴西。这个也是拍的。3个拍的。不重。尽量靠前一点嘛，不要那么远嘛。好像有7、8斤左右吧。韩国这个现在人少了很多。以前的时候他要推荐那个视频，现在没有推了。现在主要还是人群。主要我那个拍了之后，我直接发抖音，因为拍了之后直接保存到手机本地了，这个也方便。有它很像，看很像。专注一点啊，认真一点啊。斜一点嘛，原地别动，巴西往前面走。对，巴西不要退，然后就拉手这。好。我镜头应该。专注一点啊。来一下。先往右走啊。80岁。
阿里弹唱。可以吗？开始了，马上开始。来，你往那边站一点，这个可以。今天。
这过生了，怎么来做？昨天有那个过生去没有？昨天你起来？没有，昨天那个喝醉了，小朋友喝醉了，所以你没去。昨天有一个是过生，明天还有一个。不知道是哪个。昨天在过生，今天明天还有一个。明天不晓得哪个。唱歌唱得好那个。哎，他过生，小朋友说有2个要过生。这边来。民族栏目。又是民族栏目。不去就说是。跑了这2个。可以了吧？
哎呀，横骗一下。站起来！站两排吧，站两排吧，一排挤死了。家人旺姆，你会跳，你站中间。会跳的站中间，家人旺姆，你站中间。
3排吗？这2排不行。还有你。这边坐嘛，你这儿，中间一个。还不是得一样喽？看一下。记住了吧？啊，来去吧。你啊，错谁错了买一个扣子啊？你还会了？学会了吗？学会了吗？前面那个学哎，不知道哎。他都是，这都是重复的吗？他才知道，小黑牛在这。不是重复的，后面这个叫啥名字？加的对，后面又加了别的，看一下。后面加的你们俩同意一下不？你们就只跳前面那一点吗？这个不知道他名字的嘛？你问我干嘛？你写名字的嘛？我问我干嘛还是？姓有多大？不对，东大或东大吧？没写名字啊？肯定是欢迎你到来哦。啊，哎，没带，他不来，他走就出门，他不来。哎，我今天根儿没跳。这什么歌曲啊？中文版的。他们是第二，就是不是那些元老，不是那些。不是，他们是美少女团队。对对，少女团队。对。后起之秀这些啊。对对，他们也叫团队嘛。您贵姓啊？我姓李。小李 TV 了，你看吧，是吧？谢
小李评委对啊，是我们看了你的视频，抖音视频。哦，嗯，谢谢你啊。没事，本来都是爱好了嘛。对对对。有时候我见到你。这是过去。不是的，这边斜的刚刚可以开完，因为我这个镜头定焦了，要站很远。这些后起之秀。对对，他们有加团的嘛。遮住了。继续跳，继续跳。跳你了吗？没事。再比划比划，再比划一下。那个欢聚。缘分嘛。这个缘分。缘分。叫缘分，打开，就是那个。最后有缘分。就是白鹤他们编那个歌，缘分。最后最下边。这个吗？就这个啊，准备好了啊！认真点啊，专注一点啊！好。这个一般，这个人少，这个要看一看。
来都这样子，国外都是上面穿很厚，下面穿银座的嘛，说银座，银座没来，你说那啥不对的嘛？今年再来，明年再来，明年再来，好说啊，我身上带来，家里面喝啊，那个人不行，他在对头。明天啊，不知道，那个人不行吗？他对头，不知道，应该不得行啊。他们那个人不行。应该不对，应该是个厉害。应该是个厉害。是什么的？孙子都不晓得好久了。应该该和红包噻。已经做好久过生日都够了，他说哈，不晓得他这边来嘛？你才知道啊？这12号。今天不是我还要发我的嘛？我没知道哎，我没知道还多过生日了21号还是22号？21号还是22号？应该一个红包好贵。要是红包的。哎呦喂！